今日这郭文德和台北市议员应晓比进前交保裁定去服具院撤销。台北地方法院早起呢是重开羁押庭，庭上辩论甲真激烈。这庭是2点钟后就来结束。也若是伫咧偷渡者6点半时阵呢，合议庭也做出裁定，以此郭文德是7000万交保，应晓比3000万交保。另外，民众党伫顶个月发起司法走脱，和警方发生冲突。这吴国昌控指控讲伊犯着这集会游行法，警方通知讲早起10点的时阵，爱到安水平，说因为人无来，警方就函送到北检侦办。甲支持者握手行入法院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牵涉假花城这案件，进前交保7000万块。验过检方控告成功，台北地院15早起定开羁押庭。经过合议庭评议了后，裁定结果伫暗时6点半公布，郭文德搁再维持7000万交保。有女人陪伴，会不会很有信心？知道会小心走路。相关可撤销交保裁定的要公安被告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被报道时间较慢几分钟到位，落车先真一粒查某囝斗阵行上法庭，要维持这个3000万块交保。希望今天一切顺利，然后他可以跟阿伯一样平安顺利的回家。被告申诉到交保，庭上审问大约2点钟，辩论焦点是郭文德交保了后，接触证人向公安被告来呼吁，是毋是牵涉串证者面向，双方是展开激烈的辩论。我到郭文德发言，伊是讲老爸早即个烦恼离开，伊无爱分人，也毋过逐摆若遇到即件代志，心肝就感觉真艰苦，也摕历史人物来披露，希望家己真做万德拉临时官主席。今天啊，地院只要把这个证人，哪些证人是以后柯文哲不可以跟他们接触的，把它界定清楚就可以了。郭文德的家后陈佩琪甲侪名民众党公职也拢到庭旁听，其中包含现任党主席吴国昌。不过，伊因为司法行托活动甲警方爆发冲突，被指控涉犯集会游行法，互通知伫15早起爱到这个警察局来说明。由吴国昌无到案，警方讲后续会甲专案函送检方侦办。我又不是第一次求法的案子，你们那么紧张，你们显然不了解我的过去，把我过去的 SOP 复习一次就知道。3月16日，台北地院搁再审理政治现金这案件，郭文德、李文官全部证者被告拢会搁再来出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